Hello，大家好，今日將會講下嚴明熙7月嘅活動。話眨下眼咧，7月又過去啦。咁啊，8月呢個夏天又嚟啦。咁啊，講下嚴明熙過去係7月嘅活動，佢有咩嘅表演啊？嘅生活係點樣咧？喺我哋未講之前，歡迎大家嚟到啱 key 珊珊嘅頻道。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哇！我哋見到咧嚴明熙啊，有啲着得好靚噃，亦都咧見到佢好 casual 喺右手邊嗰幅，好似日常生活啊咁。咁我哋睇下呢度先。咁啊，嚴明熙啊就喺7月份，哇，好簡樸啊，好似普通嘅女孩一樣啊。因為喺炎熱嘅夏天啊，都着住短袖衫，戴咗太陽帽啊。咁咧，我哋睇下先。我哋可以見到嚴明熙嘅笑容好可愛，同埋好親切。咁啊，就好似我哋嘅家人啊、朋友啊、偶像啊。但係偶像又冇偶像嘅架子嘅喎。咁我哋覺得嚴明熙咧係佢嘅成功咧嘅要點咧，就係能夠令到好多嘅網民粉絲都喜歡嚴明熙。完全唔會覺得嚴明熙高高在上，就係覺得嚴明熙嗰種親切親和力咧，令到我哋好舒適同埋開心啦。咁咧，我哋睇下嚴明熙。咁嚴明熙咧就喺7月份嘅7月24日、25同埋26、3日咧，就喺澳門嘅銀河嘅綜藝館咧，就係有演出啦。咁啊，係陳輝陽作品演唱會啊 ，K 歌之王。咁咧就有5位嘅歌手嘅。咁5位嘅歌手咧就包括咗呢啲實力歌手，包括咗啊陳奕迅啦、容祖兒、周筆暢、小肥、嚴明熙。咁啊，都同5位嘅實力歌手係演出嘅。咁咧就見到嚴明熙啦，就係演出唔同嘅歌曲啦。咁啊，陳輝陽咧亦都送咗首歌咧，就俾阿嚴明熙嘅國語版咧，就係關於我們明明看透，卻假裝沒有看透。而粵語版嘅咧，就係其實你怎樣看我，或者其實你怎麼看我。咁啊，嚴明熙喺演唱會嗰度咧，亦都唱出多首嘅歌曲啊，有《聾子》啦，係李宇春嘅名曲，又有鄭秀文嘅名曲《終身美麗》。嚴明熙又演出《脅破相》，同嚴明熙咧就同阿周筆暢容祖兒唱嘅《上一次流淚》等等嘅歌曲啊，咁咧表演非常之精彩嘅，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資源粉同網民都有欣賞嚴明熙嘅演出嘅。咁我哋繼續睇啦，好靚啊！嚴明熙無論係點樣嘅打扮咧，我哋見到呢件衫好靚，一個黑色嘅裙啦，而個衣袖咧係咁靚嘅花嚇。咁另外呢一件咧就係白色嘅，就好似米白色啊，可以講話咁咧係好有特色嘅。我哋見到咧，無論嚴明熙點樣嘅打扮咧，以一個年青有為嘅嚴明熙21歲可以見到佢嗰種青春活力，嗰種嘅熱情澎湃，佢嘅歌曲咧係非常之感人同埋動聽嘅。咁嗱，我睇下嚴明熙當晚嘅表演佢嘅衣着咧係好靚。咁喺日常生活咧，嚴明熙除咗表演之外咧，回復翻日常生活咧，又係令到我哋覺得好親切嘅。咁嚴明熙我哋見到咧，見到中間嗰度咧，嚴明熙就話真係人生咧唔能夠冇種暗瘡貼啊，咁可能咧即係嚴明熙有暗瘡啦嘅出現啦。咁咧，而右手邊見咧隻貓貓佢哋嚴明熙就話：哇，好想隻貓貓都攬住佢隻腳，就係咁啦。
咁我哋知道咧，嚴明熙咧就有兩隻貓貓啦，係嚴三料同埋嚴柱啦。咁嚴明熙咧最近係有養咗真嘅蜥蜴喎。咁啊，啲網民咧同佢嘅蜥蜴咧都安名嘅，咁咧亦都建議佢個名有原色啊，原來蜥蜴嘅色啦。咁咧，因為嚴明熙佢嘅有一首歌叫《Colours in the Air》，原色啊嘛，原嚟嗰種顏色啊嘛，咁啲人話不如叫做原色啦。咁咧，亦都有網民就話不如叫鹽蛇或者係鹽色，鹽咧就係嚴明熙個鹽啊。咁有網民提到咧，就話原嚟貓嘅唾液咧同蜥蜴係天敵嚟嘅喎，所以建議嚴明熙咧將佢哋呢家人隻貓貓同埋蜥蜴咧係隔離開。咁我哋睇見嚴明熙嘅日常生活呢度左手邊咧係練歌啦、彩排啦，中間咧就係嗰幅圖咧就係日常生活去食嘢去餐廳度食嘢。咁啊，即使著名嘅歌手嚴明熙都好似落咗台之後，就好似我哋日常生活一樣，會食嘢會 shopping 會好似日常嘅生活有返學有工作等等。咁而右手邊咧，我哋見到嚴明熙，哇，就着得好似平常一樣，並唔係喺舞台上面嗰種閃耀嘅光芒，但係恢復返平時嘅學生嘅身份，又或者係平時嘅生活，我哋都見到嚴明熙咧，話就係一個充滿着活力，同埋係一個非常之踏實嘅人。咁佢嘅實力歌手嘅形象，我哋都喺舞台上面見到啦。而現實生活之中咧，嚴明熙嗰種可愛、青春嗰種活力，嗰種嘅充滿住理想，同埋好勇敢，我哋都可以感受到嚴明熙嗰種嘅無限嘅動力咁咧就係嚴明熙嘅歌曲咧，就係我哋好多時咧聽完再聽咁令到我哋咧覺得話嚴明熙雖然年紀只係21歲但係咧佢嗰個前途係無限嘅，因為佢嘅潛質咧就係大家已經越嚟越發現，覺得嚴明熙不單止喺舞台上面嘅歌藝係精湛啦，而佢係多方面嘅發展都係好好嘅。舉例佢可以喺舞台方面嘅表演啦，亦都可以做 model 啦，相信未來可能又會做話劇舞台劇等等真係嚴明熙可以從多方面發展，仲有咧仲可以做時裝設計，就係佢嘅所讀嘅主科喺理工。咁咧我哋都希望見到嚴明熙咧就係有好多嘅表演就喺2026年雖然短短過去7個月但係嚴明熙咧已經有好多嘅工作，同埋有好多嘅同其他人嘅合作，令到嚴明熙咧喺過去嘅幾個月咧都係充滿咗色彩，同埋咧係好有意義嘅。咁喺過去嘅日子之中咧，嚴明熙咧係不斷成長，不斷進步。大家對嚴明熙嘅睇法係點呢？不妨將你嘅意見寫 comment 嗰度。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嘅影片。多謝各位，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